進得上帝的平安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嘛，歡迎這個夏令營的家長、同學的家長，今日頭一擺，那有人出會教咱做禮拜。兄弟姊妹，這個時間都是咱7月份。7月是佇台灣的民俗的中間真禁忌的一個月份，所以真多時陣，許多人攏甲講囡仔講7月毋通去受水，啊7月毋通做啥，毋通做啥。佇這個真禁忌的月份，來用上帝的平安來為着咱的囡仔因的成長大漢來祈禱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囡仔，因會通佇上帝的保守得到祝福。今仔這個聖經。舊約的聖經咧講，上帝對咱每一個人伊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就是愛咱佇平安來大漢。第二個金句，耶穌講：我留了我的平安給你，我留了我的平安給你。我的平安毋是這世間的平安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當咱對這個平安有一個期待，咱望咱一生會當一帆風順，就是大小事攏平安。但是咱要問講，敢有遐簡單？平安敢有遐爾簡單？平安甚至嘛無法度用錢買，對毋對？兄弟姊妹，咱若咧煩惱吼，你吞較濟安眠藥啊，嘛是煩惱。所以平安其實是錢買袂着，但是上帝甲咱用講，伊要將伊的平安留互咱，啊也是一個出地人無法度想象的平安。願咱佇今仔日，咱為着咱的囡仔。特別牧師今仔就有一條挑戰，就是咱的主日的囡仔，甲咱夏令營的同學，因今仔這是頭一擺，咱30幾年夏令營毋捌佇8月底，啊嘛頭一擺夏令營的囡仔，甲咱的主日的囡仔，佇今仔日足慎重，用詩歌行一擺禮拜堂，互咱的禮拜得到真大的祝福。咱要佇上帝面前，甲這些青年做伙。因為青年佇今年的暑期，因有一個主題，就是咧思考因家己成長的過程。因家己成長的過程頂外，因的心內底有貼了很多的標籤。有可能佇成長的過程中間，毋是人故意嘛，毋是故意，啊，就產生了一些經驗。啊，迄個經驗揮之不去，就是佇伊的心內底啊，一直攏佇伊的心內成做一個陰影。這佇心理學改號一個名叫做危險的記憶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佇今仔日，咱要甲因做伙，咱每一個人，咱佇主的面前，咱領受平安，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代志，對無？基督徒上好講兩句話，你講兩句。第一句是平安，對毋對？對，吼。第二句，耶穌聽你，兄弟姊妹，這變做咱的習慣，但是咱敢真正有平安，咱敢真正有。將耶穌的疼傳到咱身邊的人，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對耶穌來伸出雙手，因為耶穌佇伊要行十字架最後迄暗，伊佇伊的學生佇伊的身邊的時，耶穌甲伊講：我將我的平安賞賜互恁。牧師用耶穌的話來將這個平安賞賜咱在座兄弟姊妹，願恁佇一生的中間對敬拜耶穌到一生的落尾，願恁的囡仔對出世。到因出世的一生的最後，願主的平安，甲咱甲恁三甲地地。今仔日聖經會當互咱得到心中的智慧甲幫助。牧師今仔日要甲你講道說較短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你讀去了後，如果若你的囡仔問你，你擱繼續講互因聽，吼，恁繼續將恁的經驗講互恁的囡仔聽。平安第一，平安是上帝所賞賜。聖經中間所講的一項代志，就是平安，毋是咱家己得到，是上帝所賞賜。所以平安佇聖經內底有一個足水的字，叫做 Shalom。Shalom 這個字，毋是干那形容平安爾，伊的意思就是活了自由自在。牧師閣解說一解，佇聖經中間所咧講的平安，是活了自由自在，無煩惱的看路，迄種的平安是自然而然。所以平安是甚物？平安是一種的情景。就是你生活在真平安有保護，上帝設立伊的軍隊，伊設立伊的天使，甲咱做伙，就親像請一個保全，
上帝聖性就親像保全入咱的心了後，這個保全又閣是鋪路的，是這個社會內底最專業上高級的。這個平安就親像天國的軍兵來保守咱。兄弟姊妹，常常把你的囡仔花十字架，這就是一個平安的記號。你講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予伊的天使陪伴你成長大漢。伊講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保守迄個字，就是親像拄則牧師的解說講，咱請一個保全人員，上帝聖神、上帝天使，伊甲咱三合地帶，保護咱的心思意念。囡仔成長的過程中，關自然的，迄毋是因熬操煩，因為上帝想使人佇細漢拄出世陣，伊的腦波的成長，攏是最活潑。恁有同意無？所以囡仔是一個黃金時期，無論是伊的知識，無論是伊的學歷，無論伊的腦細胞倍數的成長，因為迄是上帝予一個人生命成長的黃金時期。親像咱在座這囡仔。你所講的故事，若要當真正吸引因馬上頭腦，去跳轉台去想，會吸引伊的物件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保守咱的囡仔，因為平安就是上帝本身，平安就是上帝本身。耶穌若踮佇咱的心內，上帝若踮佇咱的家庭，咱一定就有平安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第二個問題，牧師要互咱思考。佇今仔日講到了後，咱繼續祈禱，繼續讀聖經。你問你家己講，平安是甚麼？兄弟姊妹，你敢講得出來？佇你的一生中間，你感覺有平安？為什麼？平安要安怎有平安？這是牧師第三個咧思考要甲咱分享的，就是平安的秘訣。所以為着要幫助咱有聖經的根據，牧師今仔日所用的腓立比書第4章，保羅講：凡事一無跨路。常常用祈禱感謝而樂。咱教會有一個姊妹，伊拄到伊的生活情境的困難，但是聽伊分享了，我非常的感動。在伊真艱難的生活困境的中間，伊採取一個新的生活的習慣。伊講，伊每一天摕一張紙，想講，在今仔日有什麼我會通感謝的代志。無論困境，無論生活拄着偌大的困難，伊每一天想10項，勉強想10項，伊當感謝。兄弟姊妹，一個人若用感謝，咱的目睭會滑走，咱會看好，較少看路。願天父上帝幫咱，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聖神甲咱三個地帶，互咱學着怎樣過自由自在平安的生活。嘛幫助咱的囡仔當大人，所以第一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分享講，平安毋是教會賞賜予咱的，平安是上帝親自賞賜予咱。所以今仔聖經真清楚，耶利米書佇今仔日的聖經中間，耶利米書第29章，兄弟姊妹，當先知耶利米書聽到這句話是什麼時陣？是伊佇監獄的中間。因為猶太人和巴比倫這個國王來吞達，所以以色列人亡國，這是真困難的代志。所以以色列人受了個巴比倫先知耶利米嘛是坐佇監獄的中間，人坐佇監牢中間，心中極其煩惱、艱苦、無自由。但是上帝甲伊講：我對你所存的意思。中文的聖經翻譯講：我對你所懷，我對你所懷的意念，這個意念叫做 noema， 這個字足水的一個字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對咱所存的願望是享受平安。第二，到尾境要有願望，就是到你一生的路尾要拄到願望。兄弟姊妹，願你將這句話背起來，倒去了後，將這聖經背在你的心內。上帝所享受咱的，就是享受平安的意念。伊講我是享受平安的上帝。第二，伊講到落尾，到年老，那沒有願望。親愛兄弟姊妹，願享受平安的上帝甲咱三個地帶。這就是今仔日的聖經安尼講。我對恁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。願咱在咱的心內甲上帝講，是我。主求你將平安放在我的一生。主你將願望放在我的一生，讓我的一生永遠有願望。
絕望的人其實上痛苦。絕望的人，伊佇一生中間，無論長歲壽，愈長歲壽，愈無盼望的人愈艱苦，因為因是生活佇欠缺盼望的中間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地，這句話要真做咱今仔日學習盼這個平安的秘訣。伊講，咱的上帝是一個想事意外平安。什麼叫做出乎意外的平安呢？就是未曾眼見、未曾耳聞、未曾想過。未曾眼見，未曾耳聞，未曾想過，就是在咱的人生中間，你從來沒看見，你嘛從來沒聽見，但是你連想都想不到。這句話拄拄就是保羅所講，上帝為着聽伊的人所有備的，出乎意料的平安，在什麼所在？在耶穌基督的內底。所以平安是對耶穌來，平安是對上帝來。這個所在有一個字叫做保守恁的心思意念，互咱佇煩惱的中間無煩惱，互咱佇困難的中間無驚嚇。伊講保守，拄則牧師有解說這個字，保守這個字通常互人，譬如講，一陣猶太人和羅馬人困逼，早期的基督徒是受迫害，所以羅馬的軍兵甲伊抓，甲伊關。但是上帝差遣天使保護遐個坐佇監獄中間的猶太人。保守的意思就是上帝予伊的天使做你的保全人員，帶你行過死命的山谷，嘛無拄着災害。兄弟姊妹，這就是保守的意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當咱有驚嚇時，下手祈禱，安靜甲上帝討，將咱心內煩惱甲主講，主啊，我無法度拄着，無法度煩惱。兄弟姊妹。人真正有迄個時刻，就是你想要無愛煩惱，但是你嘛無法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醫生才發明一種藥啊，叫做解除憂悶、焦慮這種的藥啊，互人會當得到幫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照顧咱的囡仔。這個字上帝意念，這個字叫做諾伊瑪。諾伊瑪的意思就是上帝經過深思熟慮決定。要想事予咱，這個字意念的意思，真深，就是經過真好的計劃、真深的思考的結果。迄個嘛，這個字就是結果的意思。願天父上帝將伊所想做的平安，耶穌講：我將我的平安想事予你，我的平安。願這個平安，甲咱兄弟姊妹三個地地嘛，願這個平安想事予咱頭一擺佇教會。進入教會的朋友，願上帝將這個平安對天人來想事予咱大家。耶穌講：我所想事的平安，甲這個世間的平安無同款。唔是你起大樓，唔是你賺大錢，唔是你讀好的學校，唔是你得到真多事業，這種你一定會平安。等到愈好嘅人，有當時啊，愈煩惱，對不？事業做愈大，愈被陷入風險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第二，上帝平安到底是什麼？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聖心。每一擺你讀聖經的時候，你攏讀到上帝聖經所予你的話。什麼是上帝平安？上帝平安真簡單講，就是對天頂落來。願天父上帝將這個平安賞賜予咱所聽兄弟姊妹，親像落雨水，親像出日頭。落雨水甲出日頭，攏是對天頂來。無雨水，我閣未收成；無日頭，咱就感覺烏天暗地。願天父上帝幫咱，對天頂來平安，放佇咱的人生中間。這就是聖經所講，上帝為着聽伊的人所備辦的，是一個出乎意料、出乎意外的平安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雖然咱過去檢查唔知。但是上帝伊若賞賜咱平安，咱就知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地。當咱想象未到的時陣，白白得着，白白得到這個平安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地。上帝講：我將我的平安放佇恁的心內，要互恁佇將來有盼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為咱的囡仔祈禱，看手佇因的囡仔。當囡仔想無伊的將來應該行對一條路的時，伊甲咱參詳，咱嘛甲伊講，爸爸媽媽嘛毋知恁將來要行對一條路，但是咱做伙祈禱，兄弟姊妹，
帶囡仔祈禱，找到伊頭前所要行的道路，求天父上帝將這個平安，今仔日講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咱無法度計劃，無法度想象袂到。上帝將這個平安放佇咱的心思意念的內底。平安是什麼？平安就是上帝同在。聖經有一個字叫做以馬內利，兄弟姊妹，這不是一種的想法。上帝甲咱佇地順，咱的心頭就會定，咱心頭就有平安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佇地。第二，平安是啥物人予咱的？平安就是上帝差遣伊的天使，甲咱做伙，伊掌管，伊將看路提掉，伊將情景改變，伊賞賜咱開咱。平安是什麼？平安最要緊的一個翻譯，其實就是和諧。咱內底沒有亂糟糟，沒有混亂，沒有恐懼。和諧是什麼？和諧是我若甲上帝好，我心中就好；我若甲我的父親人好，我若甲我的親人好，我的家庭就好，對不對？咱甲這個宇宙的生態，咱若好好照顧生態，咱甲這個大自然就好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佇地。平安是上帝所賞賜的盾牌，上帝所賞賜的營寨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佇地。平安的秘訣是什麼？咱要怎樣才會當得到平安？牧師今仔日要邀請咱讀一段聖經，《腓立比書》是一本短短的一張批。這張批講的一個主題就是常常喜樂。《腓立比書》一個真要緊的這個圖像。就是常常喜樂，大大的喜樂。願天父上帝將這個大大的喜樂的能力賞賜咱大家。所以就今仔日個這短短的這個4章第6節，伊講一切無得看路，獨萬事就用祈禱、懇求、感謝，將恁所求的擺在上帝的面前。兄弟姊妹，只有3項事。第一，你咧煩惱的事要安怎？你畫出的這個，你按呢象徵性在你心內畫一個，然後你講：上帝，我今麥咧煩惱什麼代志？你將這樣代志甲上帝講，你將這樣代志放在你的手中。你講：上帝，我將我的煩惱提出來，主求你將我的煩惱提掉。這叫做無得看路。要啉清氣的水，摕清氣的杯仔來啉。要得到平安，就愛安怎放開雙手。就你心內所堅持的，我就無肯原諒伊，我就唔願原諒伊。咱心中有真多捆綁，無法度自由自在。第二，什麼種的方法？祈禱。祈禱的意思就是交託給上帝，你願意提出來，你願意交託給上帝，用祈禱，用懇求，用感謝。最後講什麼？擺在上帝的面前，就是上帝你解決。願天父上帝將這句話講給咱聽，願上帝將這句話講給恁聽，比牧師會講道，更較會通讓你感覺講，上帝，我知，我聽見，我願意按呢來做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兄弟姊妹，交託，將垃圾，將咱心中遐無清氣的兄弟姊妹，唔通將心中的垃圾的情緒。放在你的心內，繼續安那發酵、臭光光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有交託。第二，求聖神保守咱，在祈禱的中間保守咱。願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，當咱仰慕伊的時，上帝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差派伊的天使，甲咱三甲佇地。兄弟，在座今仔的青年，但一個牧師會講到了，你們用4句來回應，代表咱的祈禱。兄弟姊妹，咱靜靜來看這出戲。佇講到了，咱的青年來表達。佇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中，咱無意中會甲咱家己打一個標籤。我就是無路用的人啦，我就是安怎。咱將無好的標籤家己打佇咱的心內，故咱就變做自我暗示。迄個標籤的，互人會當產生一種的無好的負面的想法。嘛有別人甲咱貼標籤。咱有一句俗語講對號入座，你捌聽過無？不，明明毋是咧講咱，但是聽一句話，咱就感覺伊一定咧甲我安那，甲我嘲笑、暗諷。
所聽的姊妹，願無好的標籤對咱的心思意念內底會當拆掉，閣有佇危險的中間，咱所拄着過去的解說，有真濟代志，咱所拄着，咱解說這個代志，無一定是你所感覺，有可能咱有誤會，有可能咱嘛有看唔到。但是無論咱是誤會，還是講正確，這個經驗有可能真做陪咱一世人無好的經歷，危險的記憶。願咱用祈禱來看青年所帶來今仔日最後的回應，生命的祈禱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兄弟姊妹，在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上帝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之地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至聖的上帝，阮佇你的面前，阮為着阮的囡仔的成長，阮懇求天父上帝聽阮祈禱，將你的平安，將尾後的願望放佇阮的囡仔的身上，祝福阮囡仔佇平安甲願望的中間來大漢。主要求你幫助阮，主耶穌，你講你所享受的平安，毋是這世間的平安。求主你甲阮三甲之地，互阮毋是干那明白道理，互阮真正佇阮的人生中間享受平安，甲阮一生的樂尾。阮佇你的面前同心祈禱，我耶穌的聖名，阿門。